七夕情人节特别到了，南投草屯一间电子公司邀请民众把小爱变大爱，开100块任买爱情锁，共同来做爱心，各会当换无彩券、无奖品。草屯镇这间公司发起人果爱情庙买所做公益活动，南投县长林明珍和立委柯秀华嘛来协助大家，邀请民众来参加。非常优质的活动，尤其七夕情人节他们非常用心这一次来办理这个爱心，而且还有慈善的捐助一对男女朋友都经过，知影这个活动嘛随来买。捐100块做个爱心，然后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，觉得非常有意义。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因为别国也有这种爱情锁，但是因为疫情关系，现在也不能出国，所以还不错。这项人果爱情锁的活动会到8月70为止，限量有2000元，业者嘛欢迎民众来参加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